天气遮寒，大家想要食火锅，什么款的火锅上好食？高雄市观光局举办2021年这个大港食火锅的比赛，经过激烈的比赛了后，伫强具组甲个人组分别选出10间店面，其中强具组的高王是伫高山区的东乡这个小厨，那个人锅呢，高王是南仔坑这个老娘锅退掉，透过镜头来了解讲因是安怎的生存。 用酸白菜加上红金肉片等等的食材所控出来汤头，除了有酸味，阁有上青的海味，加上澎湃虾啊、贝类毛下来增加赞数。2021大港食锅比赛是高山区东乡小厨这间团线几年，源自东北辽宁手艺摕到强锅组的火锅王。 是酸中带鲜的酸菜锅，那我们酸白菜都是主打都是自然发酵的，完全没有添加醋。阁有巴西蘑菇炖出来上高的养生汤头，真清甜，阁有欧洲的芳，阁有甜到真油的地道汤底，和芳开杂足的泰式酸咸汤。南马溪老牛锅家己控的汤头，摕到个人火锅作为冠军。沙茶酱啊、菊香味噌啊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亲自炒过。高雄市观光局主办的食锅比赛。 分别选出10大个人锅和10大强锅，评审根据食材调味等标准，分别选出火锅王，卖使摕到奖金10万块。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说你食物好不好吃，还有对这个客人的服务跟贴心，这个也是我们挑选的严选的标准。 这摆是全国有名的美食家欧天来老师亲身来公布港岛的火锅王，入选的店家拢有无同的特色、无同款的滋味，都要等民众家己来食看卖。